台湾真侪地号名拢爱尊重在地人的讲法咯。这高雄捷运甲高雄市的公车顶一阵仔呢，甲这台语的站名登录音，所有民众反映讲有几多大地号名拢读唔对啊。目前捷运公司和客运业者也拢赶紧改善。后一站后山。 捷运到站用华语、台语、客语放送站名，听起来无啥问题。不过顶一站啊，民众坐捷运轻体，所听到车顶放送，甲红山念作红山，顶山念作顶山，互袂少在地人愈听愈介叫。香港这环境有台语老师建议，台语的语调念法变化侪，不过亲像地号名的部分，也是爱尊重在地念法较妥当。台语较特别，伊个有所谓的文言音甲白话音，所以有时阵。 你讲一定有啥物原则吼？歹势，我甲你讲，真正无迄落原则。毋过有时阵吼，咱咧讲地号名嘛，会阁牵涉着讲历史的进展。那捷运甲轻铁的台语站名，国民众掠包，高雄市区公车的三名加上站也变做三名加上。其实国际公司甲高雄市公车联管会是顶一站才小煞甲台语的站名登录，想要到发音拢有错误。捷运的部分17透明已经修正，即卖大家听到的放送拢是正确的。国际表示，进前因登录音，有个请监察院推荐的专家学者指导，针对大家建议，因会诚心接受检讨改进。 高捷公司近期会阁请咱专家重新阁检视一遍，如果和在地发音有所出入的，会改做以在地发音为主。是在今年初才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暑假期间才开始进行的暂播的录音才刚转给业者。 其实监察院对去年开始要求相关机关爱甲大众运输的站名放送改革较在地化的。虽然高捷甲市公车伫这过程中有出现重大，不过民众环境因嘛随改，展现对在地民众甲台语文的尊重。记者柯家如顾朝阳高雄场报道。